来看平湖海峡酸蚵白化了后的酸蚵骨，在地人拢甲伊合作沙灵，这湖海沙坡啊有真特殊的景象。不过因为这几年数量伤济，地势水路未通，甚至影响生态，所以即马专家当咧想办法，或者天然的材料会当循环再利用。 平湖乌西乡的南寮村高达也保留真侪古厝，四季当看到先民就地所在智慧，若是以石古石贴的墙，也将沙粒透过窑烧制作白虎作为建材使用。用到沙粒的时阵，因为伊就是第一，伊会较牢固；第二，就是讲伊吼外围较美观。 1970年代了后，阿摩土业事件，平湖捕鱼业渐渐行入历史。沙粒使用量大降，佮加上风台侵袭，甲人打来打去，海平酸蚵长期油画增加，部分海岸沙粒渐渐堆积，造成港口航道塌掉，甚至影响生物生态。我阮少年家的时阵了无吼，这珊瑚无出来到遮，规抓拢总无，是到尾啊吼，慢慢一直揭开，这家即马从这个航道都塌开。那淤积之后，它其实会造成那原本我们很多坑坑洞洞的这样的一个潮间带，就是像足球场一样的平坦。栖地劣化之后，大部分的这些生物其实都消失不见了。 目前平湖县政府会无定期进行港口甲航道清污，平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甲成功大学团队也协同在地的海洋生技公司，致力找出去化可利用沙粒的新方法。 它是一个会呼吸、有孔隙的材料。你今天不管是做这个壁砖，或者是做喷涂的涂装材料，它都有像细藻土一样的功能。那它会防止那个壁癌啊，它会吸土这些湿气啊。 研究团队佮透过3D 类影制作出沙粒生态档案，佮已经伫平湖海峡布防，后手会做酸蚵仔护育甲长期监测平湖沙粒的问题，若提醒咱人关注海洋环境的变迁，也思考循环佮利用的解决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